台南市政府趁着新加坡国际食品展来行销台南的往来，推出往来相关的食品。市长表示，台南的往来除了会当当做水果食、假食，还佫会用来入菜做料理。每一道拢适盘味俱全，无论是造型、口感，甲着风味，拢互在场的贵宾甲着通路商感受到台南的甜蜜。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品尝最优质的台南的关庙凤梨之外，我们知道凤梨刚刚提到主持人提到不管是刚大公时有提到，不能鲜采凤梨果、凤梨汁凤梨也可以入菜，还有大家那个吃那个披萨那个夏威夷披萨就是用凤梨入果入菜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凤梨，还有凤梨酥、凤梨干，这无凤梨不欢。台南我们关庙凤梨真正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它需要的是土壤是有点酸性但是日照一定要充足然后排水要良好，它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条件配合，才能够产生最好的这个凤梨。但最重要的。这么好的凤梨的品种，必须要台湾的农民的这种专业的这个知识跟经验，还有投下去的汗水，才能够产生出最好的凤梨所以大家所吃的每一个凤梨，或喝的每一个凤梨的果汁，都是台湾农民一点一滴的心血把最好的呈现到新加坡来。现场的行销品相出席的除了当地媒体，还有台湾驻新加坡的代表处，以及新加坡连锁超市的总监。预计台南的金砖往来，将伫4月中下旬，会伫新加坡的大型连锁超市来上架，以及上电商的通路顶。台南新闻综合报道。